在要去嘉义的大埔湖滨公园，然后它是曾文水库的上游地段啊，因为最近枯水期的关系，所以它已经干掉了。那我们要过去拍摄一些画面，看可不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新奇的东西，这样子。这景物，哇，好原始的感觉。为什么会喜欢拍这样的东西呢？因为其实像在台湾有这么大片的荒地，腹地这么广大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地方是非常少的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水库底部就是一个很新奇的景象，因为它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，而且腹地很大，然后周围又是山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然后我现在站的这个土地呢，非常的扎实，它的地上让我踩下去，脚都不会陷下去，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这个地方已经干掉很久了。在大埔这个湖滨呢，如果在丰水期的时候，它是非常漂亮的，它的景物呢也有点像是伊豆半岛那样子的风景。只要取局部拍摄，那它这个景色是非常漂亮的。那我也第一次看过大埔这个地方变这么干。那前方呢，发现了溪流，这个是还没有干掉的地方，很有荒野的感觉啊。在台湾看到这样子这么荒野的地方，很不简单的，因为它是水库的底下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枯水期的魅力。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角度，是不是非常像国外的景色呢？好像在某一个国家保护区，或者是森林公园的样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天空上呢，就老鹰在那里飞了，非常的近，老鹰也飞得很低，有没有？像不像国家公园？好漂亮的地方，大埔段的水库干涸的景象。实在是太美了。这些龟裂的东西，然后再配上后面的山，有种很荒凉的感觉。太酷了，这是国外的风景吧。Holy Spirit to testify Jesus Christ to the end of the end. Your kingdom come,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n heaven. 这也太屌了，太帅了，漂亮到你想要